受到寒流的影响，这2天的天气寒死是冷叽叽。湘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宜兰、甲金门、马祖拢发布低温特报，温度上低干那6度。今仔日嘛是24节气的冬节，观众朋友会当食一碗冬节圆，准备好过年。中央气象署玉山的气象站透早测到零下5.7度的低温，树枝拢见树霜。拜五是冬节，气象署指出，因为受到寒流的影响，马祖上低温干那3.8度，台湾各地冷霜霜。气象署针对基隆、湘北、桃园等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有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一寡地区伫礼拜六原来有可能存无10度。明天清晨我们所预估呢，各地的低温上面，在北部、宜兰、花莲都还是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气温。尤其在金门跟马祖，大概就在6到8度左右。所以说，气象署呢，今天还是持续会发布低温的特报。关系冬节，台湾嘛有含气象相关的俗语，像讲大冬节淡过年，冬节乌过年数。气象专家温宗汉表示，这是古早人透过观测冬节的天气来预测过年敢会落雨的方式。伊嘛指出，冬节对台湾来讲嘛有小过年的意思，所以民众会伫即天拜神明、拜祖先和地基主，而且嘛惯是食圆仔。毋过各地原来有无共款的食食文化。比如讲，像咱台南，台南可能就款这个菜包、菜粽。咱若是伫平湖，可能就做这个鸡母糕啊，这个冬节的时阵呢，会食圆仔，这嘛是一个最重要意义因为咱讲这个冬节食圆仔就是准备要过年既然就是安尼所以有足侪讲法就是去讲着讲冬节食圆仔代表你的大一岁。食一碗小小的圆仔，拄好甲冬节冷叽叽的天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这2日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受几率会结冰霜，也是落雪。礼拜会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也若天气爱到后礼拜2才会转小落，民众都要穿好少。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